2026年立春之後呢，就係會正式進入丙午年。進入丙午年之後，飛星一運入主中宮掌管。以財星嚟說，100呢係新氣星嚟嘅，因現時係下馭九運啦，但係都要得到各方位嘅配合，先至可以知道能唔能夠身旺到100嘅力量。100本身本來係屬水嘅，落咗喺2026年嘅中宮，而中宮亦都係屬土嘅，佢同時要控制九運火嘅力量。喺一泄一客之下，我哋唔可以太過祈求今年100星本身嘅力量。我個人會提議向8方努力，揾下其他方位嘅星能唔能夠去輔助到我哋今年嘅運勢。總結嚟講啦，如果要短時間嘅定義，今年好或不好，都係會嚟得快去得快，過眼雲煙。祝各位好運。下一集我會講東同埋東北方嘅飛星力量。